再生水它依照目前的再生水发展条例来讲，它会有一个一定的水质标准的要求。那以我们今天看的永康厂来讲，主要是我们提供就是工业来使用。那工业来使用，以目前像我们这个厂它就有要求到21项的水质。当时伊要做，阮所在讲落经费遐大，要做起来再生水是。头讲台湾第一做的，我也是足相信。但是问题是讲周边设备，要阮到下手好势。永康再生水未来可以提供1.5万吨的再生水之外，我们在106年的7月份也获行政院核定我们的安平再生水的推动计划。那这个安平再生水推动计划呢，有3.75万吨。那目前由我们水利局，那现在在那个规划跟那个发包施工中。那现在我们预计在明年111年先期，在10月份可以完成初期的1万吨的供水，到113年可以完成全期3.75万吨的一个供水量。那再加上我们的仁德水质中心，也未来会供清美公司这边大概有1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所以从永康、安平再到仁德这3座污水厂大概可以提供到6.3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湾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河川又短又急，储水不易，经常要面临水情严峻的难题。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兴建永康、安平、仁德再生水厂，推动污水再生利用，可稳定供水到南科，降低产业与民生用水的竞争，来因应岛内的缺水危机。近期已经完工的永康再生水厂是全台首座可稳定供应高科技产业再生水源的公共民生污水处理厂，同时也是一座兼具环保、景观、生态、休憩及教育功能的水资源环境教育园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想，永康再生水厂一方面来看这个进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现在的严重枯水期，能够提供至少是初级的再生水，能够提供给一般非饮用的民生使用。好，那这点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再生水厂。那估计现在在试运转期间，一天能够提供2500吨，好，然后接下来的目标是一天能够8000吨，好，那这个水质的部分现在还在做调控的动作，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调得比较好的话，那可以使用一个，甚至可以提供高科技厂，它的一个对水质的要求。那至少现在对于民生非饮用的民生用水，基本上是可以使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应用台南市一天内出现8位确诊的案例，台南市政府嘛伫安南区设立2个扩大筛检站。第一天总共筛检1070位民众，29号的第二天为下早8点就开始发号码牌，每一张号码牌顶面拢有建议报道的时间。请民众爱尽量准时，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全国 COVID-19 确诊的人数慢慢在下降，但是伫6月27号这天内底，台南增加8个确诊的案例，确诊者拢是对同一个家庭内底出来。伫咧疫情的期间，要搁一摆呼吁民众，若无必要就尽量唔通出门，嘛唔通找人来厝邻居做伙。这摆确诊案件内底，台南市政府第一时间找出有可能和确诊者有差不多时间去过同所在的民众来做隔离，同时增设2个筛检站来予安南区的里民主动来采检。我们还是必须要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有发现身体有不适症状，或者是发现家人有身体有不适症状，或者发现从外地回来的家人
或亲友有身体有不适的症状，就呼吁他们来进行快筛的动作哈。那我们市府会提供快筛的量能在各个卫生所。因为我们生活区就在这附近，所以难免会重叠。好，谢谢你。两个筛检站伫6月28号一天统计落来，拢总采检1332个民众。果菜市场伫6月29号一透早对8点开始，第一档提供民众领号码牌。提醒民众尽量按照号码牌顶悬的时间来报到，有防伫咧同一个时段内底有伤侪人，透过安尼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即摆扩大筛检，一天内底会当提供1500个人的采检。鼓励若因为工课关系，常常伫外口走动的里面，会当加利用筛检站来做筛检。同时要提醒民众，有防病毒拓开，搁要靠大家共同来努力，且一定要做好防疫相关的工课，做伙来抗疫。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立委陈廷辉甲议员吴通良烦恼山野的产销受到冲击。29号号召企业甲民众做伙来购买山野，一方面帮助农民，另外一方面也分别赠送予基美柳营病院以及麻豆新楼病院，来慰劳医护人员的辛苦甲付出。热天正是山野盛产的季节，不过受到疫情的关系，包括病农事件，和整个果菜市场整体交易量下降，加上3级警戒，造成观光甲消费嘛大受影响，连带影响山野的产销。对此，立委陈廷辉甲议员吴通良为了帮助在地农民来行销，特别发起企业甲民众来认买山野，并且递赠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一方面做公益，也个用来帮助农民。非常感谢吼，伫咱这段防疫的期间吼，咱第一线医护人员真正做辛苦，伊牺牲着因的家庭、因的时间，会当讲专心付出。所以今仔日特别来到咱麻豆新楼病院，甲因特别感谢。无论对咱的防疫，还是咱的施打疫苗，他们都是协助我们做最安全、最健康的一个防护，真的很感谢他们。所以咱嘛感谢着咱吴通良议员，甲着咱地方的企业结合，也向着咱农民吼，咱知影讲，咱即马台南的山野是大出，所以伫咧大出当中，更加需要大家来协助，所以会当做即个媒合，将咱的农民的山野，会当送到咱的医护人员的手中，来甲因感谢因这段时间替咱的付出。而且，阮看到新的一面代表看到农民的苦。那么，阮主要是甲陈廷辉委员、甲企业的结合，大家能够发挥所有的爱心，将农民的苦呢，尽量会当帮因解决。一方面就是咱嘛感谢着咱所有医护人员的用心甲付出啦吼，在防疫期间还要打疫苗，还要做所有健康的把关，所以阮伫遮吼，甲陈廷辉委员大家共同来努力来拍拼，希望抛砖引玉，所有的企业家大家共同来。做这个区块，一方面对社会、对农民对医护人员拢有所帮助的代志啦吼。伫企业甲民众的热情赞助下，两位民意代表上午嘛分别前往柳营基美病院、甲麻豆新楼病院，总共赠送150箱的爱文山野，为了第一线的辛苦医护人员，守护台湾人人有责啦哈。那医院有医院的角色。那也感谢各位立委议员，还有大家一起来关心啦哈。我们角色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那希望台湾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波的疫情。那我们也在这中间学习啦哈。那各样不同的角色，那我相信这段时间我们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成长。那上帝祝福大家，那也谢谢大家的一起的关心，谢谢。为了支持农民家庭医护人员。立委甲议员嘛特别感谢晋宏甲新丽两间企业的热情赞助，除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小农，另外嘛替医护人员善尽社会责任。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在地企业好第一食品公司关心台南市基层环境，协助新冠肺炎防疫勤务的辛劳。
特别结合联华生技公司，做伙捐出1万组的 COVID-19 快筛试剂，予台南市警察局，希望互环境更加有保障。疫情期间，警察同仁时常爱协助新冠肺炎防疫勤务，不但辛苦，而且还有感染风险。对此，台南在地企业好第一食品以及联华生技公司共同捐赠1万份快筛试剂，希望会当为第一线执勤的警察兄弟再来更较侪安心。28日伫东泽厅举办捐赠仪式，由市长黄伟哲以及警察局长方养宁代表接受。感谢提供了我们的1万剂的一个COVID-19 快筛试剂给我们的警察同仁使用哦，来共同守护本市警察同仁的健康跟安全。感谢好第一食品公司能捐赠1万剂的快筛剂，来给台南市，能够充实防疫的量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医师公会陈理事长，等一下来现场，我们会借着医师公会的系统，把1万剂的快筛剂尽速重塑来配给基层的医疗院所，一方面让医师在诊治病患、医护人员诊治病患的时候，能够除了他自己的专业判断之外，也能够借助这个快筛剂，或者是他们可以转介病人去做筛检，这样子能在第一时间越早找出这个潜在的确诊者，就越保护这个我们台南市那避免这个疾病一直传染下去而不自知。市长黄伟哲也回敬感谢中和好第一食品副总经理林志颖、联华生技董事长沈碧兰表达亲切谢意。好，谢谢市长。好的，请我们的沈碧兰董事长上台，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好第一以及联华食品。好。黄伟哲表示，感谢来自市方的帮忙，协助政府防疫工作。伫目前防疫也未成功，全民犹原爱努力，希望市民朋友还有市府同仁，大家做伙努力，让台南市持续保持健康甲平安。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原本伫每一档的暑假都拢会欠货，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欠货更加严重，所以消防局特别结合义消总队推出捐货行动，邀请台南市的义消兄弟踊跃站出来，用捐货来消停医护人员。虽然天气无稳定，不时落大雨，不过为了帮助货库增加库存，协助医护人员顺利医治重大伤病，台南市消防局邀集义消总队做伙发起捐货行动。避免疫情期间，大家尽量拢无出门，伫暑假前就提早欠货危机。商务局长嘛亲自到场捐货，不过因为注疫苗也未到2礼拜，所以只好稍等一下。有这拍火兄弟先拍头阵。最近看到血荒非常严重，那了解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善心人士都没有去捐血，所以血库闹血荒。那我就跟我们的义消总队长就发起我们的警义消同仁呢，大家来踊跃的捐血。那么也呼吁社会大众大家能够踊跃的捐血。但是捐血的时候，请要注意不要群聚哈。据了解，台南市义消编制都有3500位，所以消息一出，这义消拢前来热情响应。为了回馈这群兄弟爱心，只捐500cc，也送600块的卖场礼券。血荒的问题了哈，也特地了哈，吕局长的指示下哈，然后办这个捐血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让医护人员有充够的血了来给一些需要血的人了。今天就是一部捐血车，差不多250个，希望大家赶快出来捐血，捐血一袋救人一命。受限疫情关系，捐火车嘛做好完善的防疫甲社交距离等规定，互拍火兄弟会当安心，踊跃发挥爱心来捐火。
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伫即届本土疫情当中，市场甲移工的宿舍上较容易发生聚集甲传染的高风险，所以市府劳工局再次针对劳工的宿舍进行第2届严格考察，发现无分流管理的，阁有34位，要求限期改善。劳工局指出，因应中央颁发移工宿舍等新的规定，劳工局23号开始再次考察43处的移工宿舍，需要限期改善的数量有34处，包括营造工地业者累计查核14处，有3件是强制项目无合格，主要是无分层分流的缺失。最后一件是建议事项无合格，要求将移工上下班的时间来加开。我们共查了43次，那当然这43次里面包括了298家企业的移工在里面。那复查下来有30次的移工宿舍也必须要做复查，不要做改善的部分。那这34次里面共有266家的移工在这样的一个宿舍区，在宿舍车里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公共工程里面的施工的工地里面，因为它一样移工宿舍，所以我们共查了14次，有3家是不合强制项目的部分，这不合项目都是分仓分流的这样的一个缺失。另外一个部分有一个是因为他希望建议他能够把这个移工上下班可以弹性交错的部分。只有呼吁防疫无分国籍，需要单位一定要严格管理移工，避免因为感染造成社会恐慌，对营运竟是重大损失。所以特别移工宿舍应该避免组织人做伙大，同时加强清洁消毒。等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今年台南的山野大出，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举办大型的促销活动，所以农业局就调整产销的模式，除了加强国内外网络宣传、甲外送服务以外，甚至阁打算要邀请名人或者是名星来代言。台南的山野今年大丰收，牛股超过9万吨，比去年增加2万吨。不过面对疫情的影响，包括国际山野节、现场展售会等大型的促销拢无法度进行，所以市长吴伟霆伫市政会议强调，好物件无理由无推销，所以会长农业局嘛调整策略来稳定产销。其中伫国内部分，主要就是以线顶直播来媒合企业等相关的采购。实体活动没有办法办理，所以我们请各在地的那个产区公所能够办理一些线上的直播或者是一些拍卖。那对于它的那个在地的一个产业，还有一些特色，做一些比较深度的一个宣传。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电视的一个广告以及网络的宣传，希望透过这个电视或是网络，能够让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订购的资讯，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消费者能够知道。再来就是媒合我们相关企业或机关，那再来我们也会宣传那个网络的一个订购宅配的服务。那在那个东森购物还有邮政商城等相关的媒体、相关的那个电视购物的一个平台哈，那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家或者是一通电话就能够来订购到我们的台南的芒果。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那个中央能够去函请我们的国军的副使或者是监所的团膳能够加强，而且也是比较来采购我们台南的芒果。以上这是我们那个内销的一个行销策略。另外，伫外销部分嘛，将提升非中国市场的销量，甚至邀请国外名企来代言，目前正在联系当中。依照今年的一个外销的数量，韩国跟日本是相对都增加的，所以也相对也是造成我们那个蒸热厂它的那个蒸热的那个数量都满档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希望透过外国的业者的一个视讯媒合，这个部分在4月27号，
我们的那个外贸协会，它其实已经有办理一场那个热带水果的采洽，那我们也有跟他们建议，是不是后续也再来增加办几场，让我们的业者能够跟外国的那个采购商能够多多的一个接触。那再来就是透过我们外国的一个代表人物或者是一些明星，借由我们一些社群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那个芒果能够借由这些名人来代言，能增加它的曝光。那再来就是加强我们那个台湾下单日本取货的一个芒果的订购服务，这是在外销的部分。至于个18300多吨部分，市府嘛将协助收购计划来进行多元的加工，同时补助运费甲加工处理费用。但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天气真热，加上防疫期间挂嘴暗，互袂少伫户外工作的朋友出现掉线的情形。基美病院急诊医学部主治医师郭婉莹统计，因为掉线去病院治疗的患者，男性占60%，其中有慢性病比例更加高达8%，呼吁慢性病族群爱提高警觉。统计基美病院2016年到2021年5月，因为掉线来到院内治疗的个案，总共有20人，平均年龄为63岁，其中男性占60%，有慢性病症更占8%。根据本院资料显示，自2016年1月到上个月为止，因中暑而来本院急诊室就医且住院的患者之中，总共有20个人。那这20个人里面，男性占了60%，有80%的人是有慢性病的。那其中有40%的人是跟工作有关系，发生的季节大部分都是在夏季，那发生的地点都是大部分是在户外的场所。那这些20个个案呢，在经由急诊就医住院之后，有70%的病人需要住到加护病房。那经过积极的治疗之后，预后大致都良好。若是拄到掉线的状况，医生表示会当用冰角或者是水，放伫咧患者腋下、红棍仔、改边，帮助降温，并爱赶紧送医治疗。如果在现场有发现疑似中暑的个案，那第一件事要先把它远离这个高温的环境，先把它挪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第二呢，就是把它身上多余的衣物可以把它打开，帮助它散热。再过来，现场可以使用的降温方式，包含说，如果可以在身上做洒水的动作，那现场如果有电风扇的话，就是开电风扇，那帮助它降温。那水干了就要持续的洒水。那此外也可以去拿一些冰块跟水，那用一个小方巾包起来，将冰块呢放置于我们颈部、腋下，那以及还有属膝部这3个地方，那或是用毛巾浸入有冰冷的水之后，放在这3个地方，都可以帮助现场这个个案做降温的动作。那除此之外，也要赶快将这个个案送到医院的急诊去做接下来的处置。基美医学中心急诊医学部主治医师郭婉莹表示，掉线虽然死人，但是会当预防的。除了爱提高警觉以外，若是工课伫高温的环境，爱穿着透气衫，随时补充水分甲电解质，并爱增加休困的时间，减少出现掉线的发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侪云短暂转好，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到5级，上大转好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